2025年5月31日中午12點半，17歲嘅煎堆因為肺炎離世，靜靜走完佢嘅一生。2023年2月，煎堆被源自住一句冇時間照顧，唔要呢一個伙計啦，為理由遺棄。多年陪伴，最後竟然變成負擔，令人愕然。當時15歲嘅佢，身體虛弱，患有耳炎、白內障、視網膜剝離、膀胱腫塊、腎上腺異常等多種病痛，但一直堅強面對病魔。雖然煎堆最終都未能夠等到有緣人帶佢返屋企，但係煎堆喺康寧犬舍一直被悉心照顧、靜靜守護，讓佢可以平靜有尊嚴咁告別。感謝每一位曾經關心、支持過煎堆嘅人，係你哋嘅愛，令佢最後一段路不再孤單。無骸無聲，但人類不能無情，照顧佢哋到終老係我哋應盡嘅責任。院舍總有好多無骸需要幫助，支持助養計劃，讓年老病重嘅無骸喺犬舍安享晚年，有尊嚴咁度過生命最後時光。